早晨，大家好，我係牧語慈星嘅李耀明牧師。仲有一個月就係中國人嘅農曆新年，你又預備好點樣去度過呢？喺我哋細個嘅時候，會隆重其事，又買新衫，又買新鞋，剪個靚頭髮，然之後開油鑊貼揮春。過年嘅時候就會拎住啲禮物，去到親友長者嘅屋企裏邊拜年逗利是。而家嘅人就簡化咗好多，會選擇去旅遊避年，所以農曆新年嘅氣氛就淡薄咗好多。牧師係較為重視中國節令嘅一個傳統中國人，所以今年我哋仍然會印刷咗一啲嘅揮春俾大家。今年嘅上聯係出門平安，下聯就係喜樂回家，而個橫聯就係平安喜樂。揮春其實係中國人農曆年嘅時候一種彼此祝福嘅方式。相傳響農曆年嘅時候有年獸為禍人間，佢又好怕響聲，所以中國人就會燒炮仗趕走佢。佢又好怕紅色，我哋會着紅色嘅衫，貼揮春，俾紅封包小朋友防身。聖經當中都有類似嘅記載，響以色列人出埃及嘅前一晚，耶和華指示摩西，吩咐以色列人要屠宰羊羔，將羔羊嘅血喺門嘅兩邊同埋橫楣上。當滅長子嘅使者經過，就會過門而不入。亦都只有中國人同埋以色列人有類似嘅一個傳統文化。前嗰幾日，牧師又忽發奇想，希望有一個嘅揮春祝福行動。既然響千萬條視頻當中，你刷到我哋呢條視頻，如果你又想得到呢個揮春嘅祝福，只要你第一點讚追蹤我哋嘅視頻，第二將你嘅姓名同埋地址私信俾我，我就會為你寄上呢份揮春嘅祝福。過年嘅日子快啦，如果你想攞到呢個揮春嘅祝福，就請你即刻起嚟行動。第一，